第29章，人受责罚，也毋肯悔改，为忽然失败灭亡，袂复通救。义人执政，人民欢喜；歹人掌权，人民吐气。意爱智慧，父母欢喜；交结娼妓，倾家动产。王实行公义，国受稳固；强收贿赂，国受灭亡。菩萨厝边是伫设罗网填家己的脚，歹人为互家己的罪填着，毋过义人有欢呼，有快乐。义人关心善食人的案情，歹人拢无关心。自高自大的人，家城制造混乱。毋过有智慧的人，会互生气煞。智慧的人甲戆人相过，戆人只有生气，也是踢笑，拢袂解决。爱杀人的怨愤孙权的人，毋过正直的人保护家己的性命。戆人有生气就拢摒出，毋过有智慧的人会晓控制生气。统治者若要听白贼话，官员拢会变做歹。善食人甲压迫者有共同的所在，上主拢互因的目睭金会看见。王若照公正判断困苦人，伊的王位会永远坚固。管教甲制度会加添智慧，无管教的囡仔会互老母见笑。歹人掌权，罪过就加添；义人会看到因失败。管教你的囝，伊会互你安心，阁会互你的心欢喜。无上帝的指示，人民就放纵。毋过遵守律法的人真有福气。简单用话，奴仆袂受管教，伊明白嘛袂听叹。你捌看到随便讲话的人无？连戆人都比伊较有愿望。奴仆若对细汉就甲伊生，这个奴仆到落尾会抢夺主人的财产。歹性地的人会惹起冤家，熬发生气的人会犯真多罪过。人的骄傲会互伊见笑，心谦卑会互伊得到尊荣。甲贼分偷来的物，是无爱家己的性命。伊虽然咒詛作证，嘛袂讲实话。惊人无惊上帝，是甲家己设罗网。毋过信靠上主就有安稳。真侪人爱对统治者求情，毋过只有对上主，才会得到公正的判决。无公道的人，义人厌恶；行为正直的人，歹人厌恶。